龙龙郡嘅大鼓上，本规则非常气氛闹热渐渐，也系当台湾仍然一摆嘅鼓王金巴站。完全冇插天，而是人哋嘅大鼓比賽。水妹乡两只本人按照8日中嘅西装头，10年来因为鼓王大赛，天天呢有名声。虽然传统大鼓并唔系两位长久，不过就得想想，当地村民应该亲有法律，应该当有财钱，长做得年年安样盘。不过天然经济发展，当铺人口细少。差唔多冇工作機會嘅8日族，雖然連續幾年期盼大鼓，不過平常總講做唔得盡盤實，所以本交易表演嘅村民，一下重心遷到重心係最要緊嘅事情。想簽出西裝頭大特色，自我紹介當然重要。前當年都上嘅新聞，兩隻大鼓出名嘅裝頭，用為慶祝8日族。有人讲说这里过去很多，像台湾话讲巴拉哈巴拉僧这样，那事实上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主要是原住民他们认为他们以前都住在这个老贡山系里面有一个山叫做吉兰阿山，然后他们我们这边有个部落也叫兰阿山，所以他们说他们是从那里搬过来的，就像山上滚了一个石头滚到这个地方停了不会动，这个固定不动这件事情叫做百拉僧啊。这个百拉僧跟这个巴拉僧实在太像了。家用演出民意，为在水妹乡嘅8日族，包含呢兩下嘅福年村、福興村、馬人村兩條居民，從東九以前就係只強用生活圈。不過，喺農業冇安好嘅經驗以後，用簽出新嘅生活模式，進一步做得傳承。社區度特色都得該想辦法。社區營造其實說破了哈，我們只是想說讓社區的民眾，住在這裡的民眾可以求得一個溫飽，這是我們社區營造最重要也是最現實的一面。那為什麼要注重這一點呢？就是因為說，我們讓社區的民眾有溫飽、有工作的機會的話，我們的人就不會再流失了。今年社區人潮10多年，8日族除了普通綠化邊疆，期盼各種村民發動，一下還能重要係開發工作機會，本宣布又有財錢嘅人就得繼續留得中途。不過，呢啲東西就得開創特色，又就得本大家傳承咯。因為幾百年來，8日族最重要特色就係萬奶都得個種嘅番薯。國家總統就為在花蓮出名嘅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入口，社區民眾想盡辦法。所以，今天當日，手工來做合適嘅饅頭包兒，下來觀光客。這個包什麼？這個是高麗菜乾，我們的是古早味。這是一些本地的一些婆婆媽媽們，大家種了菜，都吃不完之餘的話，他們就會把它曬成乾。我們的皮材料所有都是地瓜下去揉的，都是純天然的。這個也是地瓜。對，有紫色地瓜、黃色地瓜，加介從台中來嘅人客對嘟嘟最好嘅番薯包兒，一片鮮嫩，一片婀娜，講前少有機會就得食到身體現做現脆嘅番薯包兒。不過詳細看一下題目後，呢隻是運用版圖，有係乜嘅意思呢？什麼？你們的名字叫拱啊？拱啊，它是羅馬音，它取羅馬音，它是阿美族語。他們的意思是地瓜的意思，地瓜，對，拱啊，這個地瓜的意思，拱啊，做到政府當年創業方案部署，8日族開辦的阿米從義番薯做名稱嘅拱啊強火鍋包兒店。唔但將生產採提番薯口味嘅饅頭包兒，提供冇投入嘅服務工作機會，嚟到前正式機會嘅社區媽媽，和前用心研發家種口味，用純手工採提法來相應客。你哋種下都要白上下要種了番薯嘛，用了樣嘅番薯來做饅頭啊，
夹出伊个特色啊，安尼撒起落去，那配个个满条毛穷样，就做菜包啊，做肉包啊，做粉条包啊，啊皮拢穷样，用了番薯鱼，那面粉切的啦，安尼切，三蚊囤，又袂 Q， 是到吼，因客是到个嗰度转来卖。前3万多年面摊，对了只有7家社区，独独开发现做黄金满条街番薯荞麦面食。家嘅妈妈不论係咩客家人，都懂把握機會，希望將條路做好，和增加收入。啊，冇賣細好做啊，你啊時節就用來用啦，啊冇賣細好做啊，啊就社區哦，啊就成日啦計劃，啊就本來啲社區嘅媽媽就細好做啊。你安樣就細好做，啊個要收入啊，啊個對身體啊，你天痛啊對身體咪當好啊，啊不靠伊咪感覺個啊做啲事嘅時咪穿好啊，你辦好送啊要錢好存，啊睇出個個要好食，皆大歡喜啊！你啊面皮嘅發咧實做啊，冇話過發吼，進去咧咪冇醬啊，哦用手切，切幾 Q 來安尼，是去咧個口感咪冇強呀，哦因客人是咧個雕到。講究時間性嘅面食類製作，包也好，滿條也好，都要照時間來做得凊彩，係冇口感、味道都會差錢多。不過動作一只係基本。天時日稍暖，解手還那麼輕鬆。你面粉的東西吼，脆甜陣唔得粒皮，脆落去吼會皮會硬鐵，就要脆會安尼硬切，就會 Q。做因吼較辛苦唔怕啦，因學是多學習吼，到陣咧賣生意好做好嘅啦，我哋做啥都當歡喜啊。社區包嘅店地圖，媽媽掠到做事情起來，大家都專心上忙，將滿條當作7家成員嘅強項，用心照顧。雖然都唔係從專業開始，不過想要做到最好嘅心，比真正簽約嘅都強。他們的韌性就是不怕失敗，他們不會像現代的年輕人很輕易說，我這件事情我做不好，我就不做，我就放棄。他們不是，他們是硬着頭皮要去完成它。那完成之後，他們自己給自己的成就感，他們會覺得說，哇，原來自己活在世界上的這個價值還是存在的。然後這個成功讓他可以肯定自己說，我雖然已經40、50歲，甚至50、60歲了，但是別人做得到的，我一樣做得到了。既然講係多才多藝，把了種做得簽多創業機會，當然唔會只有滿條甜甜。啲社區協會天通頭腦，讓村民傳統手工兼發展下。幾年前創立了經驗工坊，或是客家先民懶驗精神，結合現代工法，希望用族群特色為社區簽多另一條產業新機會。我們去設計一個屬於我們在地一個生活，可以跟在地生活可以有相比擬的一個產業出來。那因為這裡是客家莊，那客家人居多，那客家藍染在一般民眾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所以我們才想說，是不是以客家藍染這件事情來成為我們社區的一個產業。花瓣哈。做安尼扎一个扎，做苏奶奶读的，可以要几多扎花瓣哈，做读几多扎，啊种地图我嘛做咧安尼，扎个像个泡茶路样诶去呢，不规则诶都像安尼抓人，吼。都見逐啊，都會變安尼化，較清醬嘛吼。啲phong睇嘅學什麼工廠地圖，加嘅有水嘅熟破阿妹，從鹽布、蛇布、剪布、叉布，嗰造型手機呢、鉛包、皮包、人工呢，毛嘅掠到，通體切下來。
俩强用也是利用当年创业方案，为白乐种有争取到7只工作机会。不过，俩看起来长远简单，其实都要二十几只社区，从无到有，积极争取让有。以后啦，就想讲来啊，都因个5杯毛细咩，大细的吼，种来搭个安尼忙做嘛，以后啦，啊社区对外就要凊好啦，不过就有个投入，做了赚钱，有福到4年啦。啊，慢慢开始做安尼标准的大爽啦，就讲一定有点才华，有安尼的技术，莫不去做些，莫不去个发展他的那个技能的话，大爽。古爽安尼社区特别要下安呢，下安呢去双条，不管你迄客委会咩好啦，也迄老委会呀、原民会啦，吼，掠条有机会倡导安尼下来，以后呢，我哋要本掠条村民。大家来有洗澡，有钱好穿，哦，安尼一方面呢解决家庭的问题，一方面呢要本呢社区呢较进步，环境呢较好。因为社区提出理想，村民又确实有技术，创业机会伫白乐种自然一只出现。虽然都唔系全国收入，不过总共分一只路中头，多咧一条工作机会。从了解进的叉条村一条下，8年机器拍错嘅阿婆。上外界其實係嗰種有透露嘅滿足感。上海係中高年齡，啊，你有咁嘅機會，啊，對，也有宣傳嘅，也有你上社，嗰位到你社區，要盡力啲環境。所以喺大理白嚟講吼，簽條路嘛嘅吼，當簡單社區為讓一定簽呢條路本一定做。啊，會苦嗎？會當緊苦嗎？唔會啦，唔會苦。你係愛定本來定會努家人，愛定對你上社來講吼，輕鬆，係唔會辛苦啦。你不管迄水土保持局的个6公所拍錯的咩吼，社區環境維護的，也係講保衛工廠的，另外呢驗補工廠的吼，個客委會的嘛吼。啊，老委會給你搶下來，補出一個專門薪水。本來就雖然講一年吼，用基本的工資吼17600嚟講，一方面有些做，一方面還有錢好穿。吼，故說大家啲入邊做嚟就些，大家社區嚟幫忙通同歡喜。搶悠悠嘅天然風光，將嘅發動中國，為在其中嘅白樂種，而是社區發想創意。而是村民積極爭取，有新透露合作嘅大家，就做得對最愛嘅地圖繼續生活。年齡及帶調嘅人，工作機會穩定之後，還係有帥嘅老人家。喺社區有天嘅唱歌發通風，看出來心情也輕鬆程度。就算大木匠看歌詞，就算跳那麼拍拍台上唱，歌聲充滿三國通識，老兩下中度嘅創業法律比起來，馬上講社區人潮是做得中華變數，還係親密參嘅實際價值，對水妹白樂種經驗度根本呈現出來。